再一次歡迎大家翻到嚟爆炸諗馬。咁喺開始之前啦，真係好希望各位觀眾可以幫我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因為你哋嘅支持係我創作落去嘅最大動力。如果覺得我啲數據講得好嘅，分析又夠全面嘅話，都不妨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如果有啲咩做得唔好嘅，都可以喺下低留言俾我，等我可以越做越好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即刻進入今集嘅內容。咁今一集啦，一如以往咧，都會分翻做5個部分去講嘅。咁第一個部分咧就會講新一季嘅首次試集咧，終於開始啦。咁而第二個部分就係因為試集終於開始啦，咁就推出一個新嘅環節，叫做集你唔住，幫大家分析一下有啲咩試集表現好嘅馬匹。而第三同第四個部分咧，都會講翻馬房回顧同埋前瞻。咁今日咧就會講到蔡約翰馬房，而去到最後就會係下期嘅預告。好啦，咁首先就講到新一季嘅首次試集啦。隨住新一季嘅馬季啦，都即將開鑼啦。咁香港賽馬會咧最近亦都公布咗新一季嘅試集排期。咁喺琴日啦，即係8月20號咧，就喺從化馬場咧舉行咗今季嘅第一次試集，當中咧就包括咗4組嘅泥地集，而我哋咧亦都派咗5名嘅華將啦上去從化咧就出示呢4組嘅集嘅。咁而今日啦，即係8月21號咧，就會喺沙田馬場進行本地嘅第一次試集。屆時咧就會有嘉應高升啦，同埋舉步新風啦呢兩隻高分馬去出示嘅。咁另外啦，喺8月24號同埋8月30號咧，亦都會前後舉行2組嘅試集嘅。既然新一季嘅試集咧都已經展開啦，咁我哋就進入我哋新嘅環節，集你唔住，幫大家篩選一下有啲咩試集有好表現嘅馬匹啦。喺琴日8月20號啦，就已經喺從化馬場咧進行咗今一季嘅第一次試集，當中咧就包括咗4組嘅泥地集，而一共咧就有24匹馬匹出示啦。當中就以葉楚航同埋文家良呢2個馬房出馬數最多，分別出咗5隻嘅。咁其次咧就係沈集成嘅4隻啦，黎超星嘅3隻，咁蘇慧賢、游達榮同埋伍萬子呢3個馬房咧都分別出咗2隻，咁而賀賢咧亦都有1隻嘅參與嘅。咁喺呢4組試集入邊啦，我就覺得有2隻馬咧就比較值得留意嘅。咁當中咧就包括游達榮馬房嘅一定超，同埋葉楚航馬房嘅文明戰士。先講到游達榮馬房嘅呢隻一定超先，咁呢隻馬咧就出自第一組1200米嘅試集嘅。咁同組咧就比較多高分嘅馬啦，咁多數咧都係60分以上嘅馬匹嚟嘅。咁而呢隻80分嘅一定超咧，其實上季跑完3月22號嘅賽事之後咧就冇再出過㗎啦。不過睇翻啦，佢又唔係有啲咩傷病問題嘅，可能係純粹比較早休息唞暑部署今一季嘅賽事嘅啫。睇翻呢組試集咧，其實喺出閘之後啦，一定超好快咧就已經取得埋欄嘅位置，跟住放頭馬呢隻關鍵所在㗎啦。但係由於咧隻關鍵所在啦，操控個步速咧就唔係咁快，所以令到呢隻一定超咧初時咧係有啲搶口嘅情況嘅。咁我途中啦亦都圈住咗啦，其實隻馬咧係有少少勒到咧個口咧有啲張開咁樣嘅情況嘅。咁我哋再睇下入到直路之後嘅片段啦。直路嘅初段啦，關鍵所在都仲係猶有餘勁啊！後邊一定超咧一路都吊住佢，反而中間堅有力咧就轉弱咗。品德寶寶咧左轉右轉咧，卒之有位上嚟啦。外邊咧就仰下啦，飛鷹翱翔啦，接近終點啦。關鍵所在埋欄咧仲係佔先嘅，越追越近咧就品德寶寶撳住第3一定超。睇完剛才入到直路之後嘅片段啦，相信大家都睇得到外碟嘅呢隻品德寶寶咧，沿路咧係需要一路咁樣推騎啦，先可以過到埋欄嘅呢隻一定超嘅。而呢隻一定超啦，咁鞍上人咧周俊樂咧亦都全程撳住，其實都冇乜點樣推騎過嗰隻馬匹，全程咧都係跟守住喺個放頭馬關鍵所在後邊嘅啫。咁但係咧留意到啦，佢過咗終點之後咧都有餘勢個噃。咁預計啦，呢隻咁有狀態嘅馬匹咧喺季初咧就會好快有交代㗎啦。咁我亦都相信啦，佢有機會報名9月6號開鑼日嘅賽事，因為當中咧有2場千4，一場咧就係2班，一場咧就係3班。咁到時咧就可能睇下馬房想要隻馬咩重磅定還是係咩輕磅啦。講完游達榮馬房嘅一定超之後咧，就輪到葉楚航馬房嘅呢一隻文明戰士啦。咁呢隻文明戰士咧就出自第2組1200米嘅試集嘅。咁同組啦就比較多4班馬，即係介乎40至60分區間嘅馬匹。咁呢隻馬睇翻上季嘅賽績咧，其實出賽就唔係咁多嘅，就憑住季尾啦潘頓出色嘅發揮咧，就幫呢隻馬交到頭馬嘅。咁睇翻啲賽事片段啦，其實佢嘅走規咧依然係非常之自亂，但係佢就好肯追馬，有一定嘅慢勁嘅。睇翻呢組試集啦，其實隻文明戰士咧，即係呢隻粉紅帽黃藍衫嘅呢隻馬咧，出閘嘅時候咧就唔係咁順暢嘅，有少少人馬角力啦，有少少企高身嘅情況。但係即使係咁啫喎，佢呢隻馬入到直路之後嘅表現咧，都非常之吸引人去注目嘅喎。咁我哋又睇下直路之後嘅片段啦。最後200，大家都平排衝刺啦，入邊就領進先鋒。
比兩步咧就金運齊來，凡凡有餘咧保持走勢啊。反而文明戰士咧就係咁多隻馬之中咧最輕鬆啦。第5位咧就金樽寶區，褪咗落包尾咧就有派頭嘅。如果睇翻完整嘅試閘片段咧，其實可以留意到啦，呢隻馬咧喺轉彎嘅時候啦，由於步速唔係咁快啦，相對比較緊迫嘅情況下咧，係有少少搶口嘅情況嘅。但係啦，入到直路啦、望空之後咧，其實你望到左右兩邊一隻凡凡有餘，一隻金樽寶區咧，兩隻咧都需要推需要逼嘅。相反啦，佢呢隻文明戰士咧順走自己都已經湧上嚟啦，撳住都唔使點樣推，唔使點樣騎咧，自己隻馬咧已經湧上嚟啦。好明顯咧，呢隻馬咧係好有鬥心嘅。相信葉楚雄呢隻馬咧，基本上已經係 ready 咗季初嘅賽事㗎啦。睇完兩組嘅試閘片段啦，又去到我哋下一個環節馬房回顧。今日咧就會講到蔡約翰馬房。睇翻蔡約翰馬房啦，咁佢而家倉入邊咧一共有66匹嘅賽駒咧喺訓練當中嘅，而近幾季嘅成績咧，其實呢個馬房咧亦都保持得非常之穩定啦。即使練馬師今年已經72歲啦，去到練馬師生涯嘅尾聲啦，但係佢上季咧依然係跑入前3最多嘅馬房嚟㗎，上命率咧係超過30%。再講多少少關於呢個馬房嘅數據啦，咁先講到泥地啦，1650米，咁其實呢個馬房咧喺呢個路程咧就有一個好好嘅成績㗎喎，咁因為咧佢上季啦一共出咗20匹嘅賽駒啦，有一半咧都可以入到前3名嘅，即係每2隻就有1隻咧係可以入到前3㗎啦。咁但係即使大家都知道蔡約翰練馬功力係非常之好啦，但係有啲地方咧上一季係比較失色少少嘅，咁就係谷草千百米啦。其實呢個馬房咧係一場頭馬都冇交到嘅。而對於我嚟講最失望嘅就莫過於係田草1200米啦，因為呢個馬房咧其實呢個路程啦出馬數係絕對唔少嘅，一共出咗129匹嘅賽駒，但係只係贏得6場嘅頭馬，係比較令人失望少少啦。再加上咧，其實大家都知道蔡約翰啦，練啲新馬咧係非常之有功架啦，有功力啦。好多時有啲 PP 啊或者啲 PPG 咧都可以攞到呢個150萬嘅特別獎金嘅。但係上一年咧就好似係比前一年甚至乎再前一年咧係少嘅，因為上屆咧只係得4隻馬咧係可以攞到呢個獎金嘅啫。咁而最慘嘅咧就莫過於佢頭馬唔係好多，但係佢第2咧係咁多個練馬師之中最多嘅，一共有69匹。真係正宗嘅二拉命啊！而途中嘅呢隻綠野飛馳咧，就係其中一隻咧攞得好多第2嘅一隻賽駒嚟嘅。講翻呢個馬房嘅用人啦，咁基本上咧呢個馬房嘅頭馬咧都係用2位姓艾㗎啦，就係艾少禮啦同埋艾杜拿啦。咁呢2個咧就一共贏咗27場嘅頭馬，就超過呢個馬房頭馬嘅一半㗎啦。咁對於我嚟講咧，就會覺得，咦，點解潘頓今年贏咁少蔡約翰嘅馬嘅咧？咁其實咧就係因為潘頓咧同蔡約翰嘅合作咧，本來就唔係咁多，所以咧佢贏到嘅頭馬數咧就相對啲較少啦。咁一如以往啦，呢個馬房咧基本上都唔係點用華將㗎啦。咁成季啦，淨係得楊明倫咧幫呢個馬房贏到1場頭馬嘅啫。咁而田泰安，你唔好睇佢，以為佢贏咗3場好似好叻喎，其實佢只係幫蔡約翰打咗1日工嘅啫喎，因為嗰3場咧都喺同一日度攞到嘅。咁當中咧就包括咗海上大軍嘅一出即勝啦。講完用人啦，就講下呢個馬房嘅贏馬賠率分佈啦。咁大家都估到㗎啦，其實呢個馬房咧啲馬都唔會話懶得去邊嘅，因為大家都對蔡約翰嘅練馬功力啦係非常之有信心啦。佢好少馬咧會去到好冷嘅，咁所以咧佢呢個馬房咧主要都係集中喺啲熱門身上啦。咁喺1倍到9.9倍之間咧，就一共有37匹嘅頭馬啦。咁而其實去到10倍到19.9倍咧，都有12匹嚟講咧，其實算係唔錯㗎啦。咁而呢個馬房全季最冷嘅咧，就係贏到35倍咯。咁講到呢個馬房啦，有2隻馬咧都要提一提㗎啦，就係福星小子啦，同埋超眼光嘅。先講到呢隻福星小子啦，呢隻馬咧成季啦就幫蔡約翰馬房咧贏咗4場嘅頭馬，咁4場咧都係谷草1200米度贏到嘅，咁當中咧就包括3場咧連續咁樣喺4班度咧贏頭馬嘅。咁啊呢隻馬啦，好明顯啦，比較適合咧喺谷草呢啲短直路度發揮啦，因為咧睇得到咧佢一開頭會守好位啦，然後移出去中碟啦，一撻着咗之後咧，基本上咧都如入無人之境，後邊啲馬咧一係就追佢唔到，放頭馬咧又頂佢唔住咁樣啦。咁呢隻馬啦成功喺今季啦將佢嘅評分咧突破到新高嘅，但係好可惜嘅係咧，去到季尾啦呢隻馬可能真係搏得太多啦，咁就真係身體咧都頂唔住啦，就流鼻血啦。咁可能去到夏季咧都要需要少少時間先可以 pick up 翻個狀態啦，重拾翻個水準咁樣嘅。
咁我哋可以睇下其中一場啦，究竟呢隻福星小子係點樣贏嘅？最後100米外邊，福星小子撻着咗咧，都穩勝呢場賽事噶啦。精彩福星第2啊，第3名外邊追上嚟嘅勇霸龍，第4名立上立落喎。其實一見到佢咧，一撻着咗之後咧，其實後邊啲馬咧都唔使旨意追到佢噶啦。佢只要過到放頭馬咧，其實呢隻馬基本上呢場頭馬都好穩陣噶啦。輪到隻俏眼光啦，咁呢隻馬咧同樣地啦，都係喺今季啦交咗4場頭馬嘅喎。咁佢咧就係一隻雙槍將啦。咁田草又可以贏到，谷草又可以贏到，咁分別咧就喺田草1000啦就贏咗2場啦，谷草1200咧亦都贏咗2場嘅。咁從季初嘅4班咧就慢慢贏下之後咧就升到去季尾嘅2班啦。咁而艾杜拿啦就幫佢贏咗2場啦，而布文同埋麥文堅咧都各贏咗1場嘅。咁我哋睇下艾杜拿點樣喺直路賽度幫呢隻馬贏到頭馬？放咗出嚟跑嘅馬咧就係踏雪尋梅嚟嘅，假應勇士就開始拍緊啲啦。後邊團結勇士咧，再數入邊咧，福進上緊嚟啦。中檔位置有俏眼光同埋呢隻就家家有福啊。外欄咧紅前道啊冇位喎，入邊中環大希都追緊上嚟，最後100零米福進透出咗，埋邊追緊上嚟嘅俏眼光，中間小魔怪，再入邊咗中環大希接近終點，俏眼光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嘅馬咧，小魔怪啊！其實睇到啦，去到最後400米咧，呢隻馬咧都有同其他馬撞嚟撞去嘅，加上前面嗰隻福進啦，亦都有少少斜跑嘅情況啦，阻到佢嘅條跑線啦。不過艾杜拿話唔緊要，你回來我出去，你攝入嚟，咁我就移出去，去到跑道嘅中央啦，一擁而上啦，開多幾邊之後咧就順利贏到呢場比賽啦。咁幫呢個馬房嘅回顧做翻個小總結啦。咁其實賽漢馬房今季嘅頭馬數咧，比我預期咧，其實真係少咗啲嘅。其實佢唔係唔搏嘅，都好搏嘅。不過有時好多時候咧，就係嗰啲側身馬咧，啲走規唔係咁好啦，有外閃啊、內閃嘅問題啊，導致咧佢會搏失啊。加上佢又唔係幾夠運啦，好多時候都跑到第2、第3就交唔到頭馬。咁希望啦呢樣嘢可以喺夏季啦，就可以啲運可以翻嚟啦，可以做好啲啦。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出現啦，就係佢今季馬房咧喺完咗季之後咧，佢引入嘅側身馬咧就好似真係比以往少啦。咁唔知係咪因為練馬師都知道自己72歲啦，個練馬嘅時間咧都唔係好多啦，咁都需要交棒俾啲新生代嘅練馬師啦，例如嗰啲游達榮啊、廖康明啊呢啲比較後生嘅練馬師，咁就去接班佢嘅能力啦。講完呢個馬房嘅回顧啦，就進入前瞻嘅部分啦。咁就講下呢個馬房究竟下一季有啲咩馬係值得大家留意㗎啦。咁我首先咧就提到呢隻安帝啊。咁呢隻馬咧其實上季最後一場出賽嗰場比賽咧，就去到直路啦，係追得非常之多啊。因為咧呢隻馬啦當時咧就係出閘慢閘啦，加上嗰場嘅步速咧亦都唔係咁快啦，佢又去到最後先入到直路啦，飛出大外檔咁樣追啦。其實全程都係好蝕，有咁蝕得咁蝕嘅，但係佢都係追最多，只係輸俾中段湧咗上嚟嗰隻千禧龍嘅啫。咁加上啦，呢隻馬有另一個好處就係佢變化地都識得贏啊！咁好多馬咧，其實臨地咧唔係好識跑啊，而呢隻咧就可以喺變化地成功贏過一次俾你睇嘅馬嚟嘅。加上呢隻馬上一季啦用得好少啦，咁而且長途嘅對手咧亦都唔係好多，又唔係好叻，咁所以咧我覺得呢隻馬下一季咧都可以交到頭馬嘅。咁而第二隻啦就係呢隻震撼人心啦。咁呢隻馬咧上季一出咧就已經可以喺谷草1200米嗰度上到名㗎啦。咁雖然嗰場嘅對手就唔係咁叻，亦都係佢懸欄咁樣係要不斷慳住咁樣跑，但係睇呢隻馬嘅血統咧，其實佢祖父啦係呢個小法寶啦，咁係應該跑長少少嘅路程嘅，而佢一出跑谷草1200啦就已經上到名，基本上係一個唔係咁啱腳法嘅路程咧，佢都可以上到名，咁所以咧呢隻馬咧其實係非常之有潛力，可以喺下季咧可以交到唔錯嘅成績嘅。咁而最後一隻啦就係呢隻跨境駿馬啦。其實呢隻馬上季咧潘頓一直咁樣騎啦，其實睇得到呢隻馬嘅跑法咧都係好自亂嘅，成日都有外閃內閃嘅問題，就係導致呢個馬房咧交唔到好多頭馬嘅原因之一嚟嘅。咁但係潘頓咧對呢隻馬咧亦都好重視啦，亦都唔放棄啦。咁加上啦，明明其實呢隻馬我覺得係更適合跑田草嘅路程嘅，但係去到上季季尾咧就好多時候咧都揀報谷草啊。咁我諗下一季啦，如果呢隻馬翻田草1200或者係1400真程1400嘅話咧，呢隻馬咧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嘅。
又幫呢個馬房嘅前瞻做翻個小總結啦。咁來季咧，我覺得艾士兩人嘅發揮咧，將會係成為呢個馬房成績嘅關鍵啊！即係艾杜拿同艾少麗。咁佢兩個如果發揮得好嘅話咧，呢個馬房嘅頭馬數咧，應該真係會顯著咁樣提升啦。咁但係我個人咧有少少私心咧，就係希望蔡陽可以同潘頓多翻少少合作啦。因為大家都知潘頓嘅教科書式走位咧，真係有時候真係幫啲馬咧可以跑高一線嘅。咁另外啦，就係睇下呢個馬房來季嗰啲側身馬會唔會好過上一季啦？因為咧上一季有啲側身馬咧真係有好多走規上嘅問題啦，又內閃又外閃啊，又惡頭啊，又搶口啊咁樣樣。咁希望下一季啲側身馬就可以好少少啦。咁另外啦，我亦都希望啦，蔡陽可以試下用多少少華獎啦。其實有好多華獎嘅能力都好好喎，即係包括周俊樂啊，你見佢喺色價杯咧都可以贏到頭馬，證明佢嘅策騎能力咧係真係有顯著嘅進步。咁希望下一季啦，蔡陽可以打破二拉命，唔好再做最多第二名嘅練馬師啦。咁下期嘅預告就係途中嘅呢位啊，尤達榮馬房。咁嚟到最後啦，再一次希望大家可以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因為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做創作嘅最大動力。如果有啲咩意見嘅，都可以喺下低留言俾我，等我可以越做越好。如果大家覺得我真係講得好，分析得夠全面嘅，都不妨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啊。今日嘅節目就去到咁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